耶稣入耶利哥，在过去的时，有一人名叫撒该，是做头上的头人，也是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人，若是人多，看袂着，因为伊身躯矮细，就走最前，拍上松栽树，要看伊，因为耶稣要对遐过。耶稣到迄位，抬头看伊讲：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日我的确要踮你的家。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纳伊。众人看见，嗷嗷念讲：伊入去向伫歹人的厝。撒该徛地对主讲：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乡人，若是捌歪啥物人，就将4倍赔伊。耶稣对伊讲：今日拯救到伫即个家，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讲道，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今日救恩来到即个家。顶礼拜有一个朋友来互我，问我讲我会当敲电话互你吗？当我接起伊的电话，电话迄边是哪哭哪讲，你敢会当陪我讲话？即个朋友我已经捌伊10几年，伊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，正面的人。但是我最近看伊，敢若有一点仔无共，毋若规个人是变瘦，面色嘛无笑容。所以最后一次见面的时，我就提起勇气问伊讲：你过了好无？但是因为时间真有限，无法度好好讲话，所以分开进前，我就问伊讲：你若有需要，你随时会当敲电话互我。所以阮才有迄天的迄通电话。电话中，伊分享伊的状况，其中一点是对信仰来的一种的焦虑。这个朋友毋是基督徒。毋过，伊家己会祈祷，伊的职场内面嘛有几个基督徒的同事，并且自阮认捌以后，有时我会借伊一寡信仰的册，甲伊分享信仰的代志。毋过，当伊感觉无爽快，这几个月以来，伊厝内人嘛毋知影安怎帮衬伊，因为看医生嘛敢若无效果，所以因出于关心，就带即个朋友去收惊。伊家己嘛感觉讲，敢若有一点仔效果，但是也无法度解决伊完全的问题。若有，就袂有迄天阮2个人的电话。毋过，伊去收惊迄件代志，互伊身躯边的基督徒知影。这基督徒就甲伊讲：上帝是唯一的上帝，你敢若会当拜伊，你袂当去拜其他的神。伊听了后非常艰苦，伊就甲我讲：我知影上帝真好，我嘛会定定祈祷。但是上帝敢若无听我的祈祷，并且基督教拢讲只有一位神，我感觉即种讲法太过违溃，因为其他的神也有帮助我啊。听伊讲了后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讲，我爱来护教，我应该甲伊讲，无毋对，只有一位上帝尔。即句话差一点仔对我的喙里冲出去。但是我想，即个人现在伊上需要的是啥物？绝对毋是教条，绝对毋是洗礼课程。伊所需要知影的是上帝气力较疼。所以我将迄句话吞落去，我就设一个譬如甲伊讲：无毋对，基督徒讲的是正确的，但是你甲伊2个人是徛伫无共款的阶段。你想看觅，你去一个大卖场，有真济互你试食的单仔。你一担一担去食，你感觉拢袂歹食，但是你也无法度下决心，你要去买倒一担，你就有权利会当对头试食到上尾担，甚至你嘛会当搁越头重新试食一摆，直到你决定要买倒一担。上帝互咱有超找选择的权利，历世历代也有真侪人伫超找。有个人已经找到，亲像你迄位基督徒朋友，所以对伊来讲，伊已经找到啊，自然伊就袂想要去找其他的神。但是即摆你也有伫超找的过程，但是有一天，当你真正经历上帝权能甲真实，自然上帝伫你心目中的地位就会超过其他的神明。我就安尼甲伊讲，
伊听了后，佫问我讲：但是我有去收惊呢，上帝敢佫会听我的祈祷？伊会生气无？当然，若徛伫护教，我一定爱甲伊讲，上帝是无容阮其他神明的上帝。但是我佫伫想，伫电话迄边的人，即时上需要的毋是十条街，伊需要的是稳定甲灵敏。所以最后我甲伊讲的是，上帝是听的上帝，伊是上伟大、上伟大有权柄的上帝，伊毋惊比较，所以你会当继续祈祷。求上帝，互你确实经验到伊。兄弟姊妹，为什么我会将迄通电话甲今仔日撒迦的经文做一个结论呢？因为我发现，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拢有一张属灵的地图。伫即张地图内面，咱会将一寡所在标记做圣地。譬如讲，教会是圣地，我参加的小组是圣地。我的基督徒生活圈，这是圣地。但是一寡无敬虔的人，也是事，也是物件，也是一寡咱认为有罪的，咱就会将因标做是属灵地图的边仔，甚至无伫咱即张属灵地图的顶面。亲像甲我讲电话即个人，无论是伊家己，也是伊身躯边的基督徒。拢将灵敏的上帝限制伫迄张属灵的地图的内面，限制伫因家己的经验的内面。嘛，亲像今仔日即段经文的撒迦，一边所做遮的代志，嘛，互四周围的人认定讲，伊即个人无资格会当出现伫即张属灵的地图的顶面。但是我在想，伫上帝眼中的属灵地图生做是甚物款呢？敢毋是专门伫标记只有500表现人那尔咧？另外，即个结论嘛，互我看到，其实伫咱家己的内心，嘛有一寡咱将因标做压力高的一寡的所在，就是一寡失败、无想要互人看见的所在。咱掠做上帝看袂见，咱想讲上帝袂入去。但是今仔日这段经文，咱甲看见耶稣行入去撒迦店的迄个城市，行入去伊的家，耶稣进入伊上混乱、上孤单心灵的角落。最后，耶稣是对伊讲：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家。踮表示长时间。耶稣愿意进入咱上软弱、上混乱的角落。并且永远甲咱带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将这段经文的焦点，对以往通常咱看见人物，咱转移到地点，咱就会发现，伫撒迦的故事内面，耶稣毋但改变一个人，并且耶稣嘛伫规个耶利哥城来进行一个新的运转。耶稣拍开一张新的属灵的地图。耶利哥这个城市，咱对伊非常的熟。伊是一个古老的城市，无论伫旧约也是新约，拢会当看见伫耶利哥发生的代志。亲像伫民数记13章，摩西派12个侦探入去迦南地伫遐查看，因看到一个城足大足坚固的，迄个城就是耶利哥。因看见住伫遐内面的人，生甲足悬的，阁足勇的。这12个人，其中10个人心就软正，转去甲众人汇报讲：咱拍袂赢，咱袂当入去。后来轮到约书亚，伊派2个侦探入去迦南地，因入去探的迄个城，嘛是耶利哥城。这2个侦探为着要闪避耶利哥国王的追台。所以，互一个妓女拉合保护伫即个妓女的处理。所以对遮嘛会当看出，迄当时的耶利哥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。所以，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了后，又讲：既若起来起造即个耶利哥城的，就伫上主面前受咒诅。所以，耶利哥是一个奉咒诅的城市。到伫新约耶稣的时代，
耶利哥嘛是一个罪恶的大本营，真侪犯罪的人会对耶利哥遐偷渡出去到伫国外。嘛，因为伫耶利哥的城外有一条路通往耶路撒冷，这条路里定定有强盗伫遐出没，所以耶稣捌讲过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，这个地点就是发生伫这条路的顶面，就是用耶利哥城做背景。所以当耶稣一讲，伊的听众就理解，因为迄当时伫耶利哥这条路有太侪强盗伫遐抢劫，伫遐攻击人。但是面对一个自古以来就遐尔啊歹名声的一个耶利哥城，耶稣无生路，耶稣无经别条路，伊就安尼行入去迄个城。所以第一节的描写，好亲像是拍开咱读者的眼光，互咱伫黑暗中看见一道光，就是耶稣伊无惊误会，伊要入去即个城，伊毋管人会被评论，伊要改写即个历史，伊要进入咱认为无可能有稳定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通将主缩小伫咱家己的迄张属灵的地图顶面。主毋若出现伫圣殿，伊嘛要行入去所有需要福音的所在。但是上重要的，伊要行入来咱的内心，伊要进入咱内心中间，认为无可能、无想要提起、无想要互人知的迄个耶利哥。耶稣要将这个所在重新来号名，互救助的地变做稳定的地。咱来看咱的主角撒该，撒该是一个真好野、有地位、管理规个耶利哥城税务的一个官员。耶利哥城是一个经济真繁荣的城市，所以就互伊有真侪机会会当外高，会当敛财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足侪人讨厌伊。但是真有意思的是，撒该的名是公义、清气，甲伊的做人完全是颠倒病。有可能撒该对伊的同行也是部下知影讲，有一位年轻的列比叫做耶稣的，会甲众人讨厌的抽象的人做伙。所以，伊就想要看讲，即个耶稣伊到底生做甚物形？但是因为人真济，嘛无人想要让即个真讨厌的抽象的歌，会当互伊徛到头前。加上伊的身材生做真矮，安怎跳嘛看袂见耶稣。即是伊看见有一丛桑葚树，伊就排除万难爬去哩桑葚树顶。迄种画面，咱会当想象。一个有地位的官，爬伫树仔顶看，只有一寡笑亏，但是嘛凸显出撒该伊真实的心情。伊是非常矛盾的心情。爬去伫树仔顶，代表一种距离甲安全感。伊就想要看耶稣，所以排除万难爬去伫树仔顶，但是伊阁惊互耶稣看见。因为耶稣若伫众人的面前当场指出伊的罪，安尼毋是真无面子吗？所以爬去树仔顶上安全，因为正常的人行路头袂压悬悬吧。所以伊安尼想，这互咱看见撒该的内心，伊就想要看见耶稣，但是伊毋肯去面对迄个事实。无想到耶稣行到树仔骹，仰头看撒该。其实耶稣早就看见撒该啊，所以行到树仔骹时，仰头看伊。当时耶稣嘛知影撒该的内心在想啥物。我想当因两个人的目神对着的时，撒该应该是心跳加速，因为一定听过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啦，指责这有权有势的人的代志。但是耶稣竟然无一句责备的话，竟然是讲撒该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厝。这句话太过震撼啦！毋若撒该本身，伊周围的人嘛一定戆影，因为通常
犹太人向人表达友情的方法是，伊若倒一杯水互你，表示伊愿意甲你往来；伊若请你去因厝里食饭，表示伊愿意甲你做朋友。但是，若一个犹太人请你去厝里甲伊住，这表示伊愿意一生做你的盟友。所以这互撒该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耶稣毋若叫伊，阁要去因兜住，耶稣接纳伊，耶稣要做伊永远的朋友。所以紧对树仔顶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会当想象伫四周围的人一定伫遐议论：哎哟，一个堂堂正正的律比，哪会当去迄个咱上讨厌的罪人的厝里住咧？但是咱看见，当恩典临到，迄个互讨厌的家，迄个无人愿意踏入去的家，成做耶稣要去踮的所在。兄弟姊妹拢看见，耶稣的恩典是一点仔一点仔伫改变地理的位置。伫树仔顶表示徛伫远远看，保持一寡距离，因为伊感觉见笑，伊惊吓。但是到伫厝里，表示空间的转变，对远远的观看，到近我到做伙食饭的桌仔边，这互长期以来受人拒绝的撒该，伊感受到接纳甲亲密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救恩的旅程，互咱对看见，然后到邀请入来，并且耶稣嘛主动邀请咱，徛较我的，甲我的恩典徛较我的，并且耶稣的主动嘛，互咱看见，耶稣毋若是伫教会甲咱同在，耶稣嘛愿意行入去你的厝里，行入去你的客厅，行入去你的食饭桌仔边，来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这段经文，毋是对要未信的人的呼召，对伫信耶稣的咱来讲，这嘛是一种的提醒。基督徒无应该是一个冷淡的人。我讲的冷淡，是对上帝冷淡，也是对人的冷淡。基督徒拢无应该是冷淡的人。亲像撒该互耶稣接纳了后，圣经描写伊是欢欢喜喜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这信主久久的人，咱敢嘛欢欢喜喜？也是想，哎呀，我甲你保持一寡距离好啊啦。哦，我做礼拜时尽量坐较后面的。我教会生活毋通太过投入，奉献的时嘛等一寡懒散的就好。甲耶稣保持一寡距离，较安全，免得我有太侪规矩，互家己绑骹绑手无自由。然后安尼想法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嘛是在对你讲话，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伫你的家。咱的耶利哥城，咱的树仔顶，敢愿意互耶稣来突破？咱敢愿意拍开咱的城门？咱敢愿意对树仔顶爬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进入我的内心，互伊来光照我内心迄个黑暗的所在，改变我生命内面无想要互人看见，互主无欢喜的部分咧。但是，相对伫撒该的欢欢喜喜，咱看见四周围的人是安怎？因伫遐嗷嗷念，伊竟然入去晓伫歹人的厝，无一个劣比会去到一个罪人的家里，伫遐啉水、食饭，搁较免讲是住伫遐。因为伫这人的属灵的地图内面，罪人的家是应该避开的，袂当入去的。但是这个耶稣伊竟然做安尼的代志，所以众人开始批评耶稣。原本因敢若讨厌撒该，但是现主时连耶稣因嘛做伙骂落去。我相信徛伫迄当时，迄边仔的即个撒该，一定嘛听见这众人对耶稣的批评，这互伊搁较感激，因为耶稣一个劣比，竟然为着伊即个人放弃家己的名声。
所以原本伊接待耶稣到伫伊的家，伊是主人，应该伫主人的位，甲即个尊贵的人客坐做伙，然后请因兜的奴仆徛伫边仔来服侍因。但是咱看见，伊是徛伫，这表示伊将家己看做是奴仆，去服侍耶稣，并且伊嘛真正将耶稣看做是伊的主人，互耶稣坐伫伊内心的宝座。伊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将我所有的一半，互送向人。我若捌冤什么人，我将4倍赔互伊。”伊愿意将伊财产的一半分互送向人，安尼决定毋是耶稣叫伊做的。伊讲：“我若捌冤什么人，劣色什么人，我要还伊4倍。”这嘛毋是律法的要求。因为犹太律法有规定，你若甲人偷牵一只牛，你爱还人5只牛；你若甲人偷牵一只羊，你爱还人4只羊。但是你若共偷摕物件，若共抢物件，人用欺骗的手段，共人骗人的钱，你爱将即个财物还伊，然后佫爱甲1/5的利息还互伊。所以咱看见律法是安尼要求。你若骗什么人的钱，你爱将伊的钱还互伊以外，爱1/5的这赔偿爱加添互伊。但是咱看见撒该安怎决定？主啊，我若捌冤什么人，我还4倍互伊。我共加收的税，我毋是还伊1箍，我还伊4倍。这已经超出律法的要求，并且咱知，当撒该做安尼决定。伊一定是破产，但是当撒该拄着耶稣，伊不但开始对送向人有怜悯的心，并且伊对钱财嘛开始有无共款的态度。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看会出上真实的改变。因为真侪人，甚至是基督徒，也无法度改变爱钱，也是对钱非常计较的迄种心态。但是撒该真自然和稳定来改变。当稳定降临，改变无过是一个真强硬的要求，改变是人内心真自然的讨放甲自由。这嘛，互咱想起伫路加福音18章的一段对比。就是一个真年轻有为的官来见耶稣讲：“好的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当得到永活咧？”伊自细汉就遵守逐样的律法咯，伊守规矩哦，一个真好的青年哦。但是耶稣落尾互伊一个挑战：你要欠一项，着卖你一切所有的来互送向人，就要有钱财，财宝伫天里，搁来缀我。但是伊无回应耶稣的呼召，伊是安怎忧愁离开？因为圣经讲伊的钱真济真济。毋过咱来看19章的撒该，伊较会当因为耶稣的恩典，互伊做出一个勇敢的改变。伊甲即个少年官，有钱的少年官，真无共款的所在在伫。即个少年官，伊看家己是一个义人，因为伊自细汉啥物物件拢遵守啊。伊认为上帝一定非常介意伊，但是透过恩典的降临，撒该看出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将家己看做是贼仔，用贼仔的律法来赔偿别人。这表示伊真正伫上帝面前认罪谦卑来悔改。咱看见伊的性命真正互耶稣改变。所以最后耶稣对伊讲：“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。”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犹太人认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遐血统真纯正的犹太人，并且嘛爱遵守律法的犹太人，才会当称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但是这是因的误解，亚伯拉罕的子孙讲的应该是有亲像亚伯拉罕信心的人，虽然保罗嘛想尽办法来说服伊的犹太人同胞，
毋通阁继续错误理解落去。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4章16节有安尼讲，所以是对神通照恩典，要互应允坚固伫正好的，毋那伫迄个属律法的，也伫属亚伯拉罕的信的。所以伫遮非常清楚，保罗讲，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毋是血统以色列人，毋是遵守律法，是出自有甲亚伯拉罕同款性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咱伫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是一本写互外邦人，也未认捌上帝会借外邦人看的一本福音册。路加福音不断地重复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甲人的身世、甲人的血统背景完全无关系，是因为恩典降临的缘故。亲像第13章，咱会记哩讲，有一个妇女，互邪神搅扰18年久。众人较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好伊，众人就伫遐生气。但是耶稣伫遐讲，即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，囝无应该伫安息日偷伊的干吗？即个妇女互撒旦捆绑18年，伊将来毋捌好好举头起来看伊四周围的人，因为过去。咱嘛看见即个撒该伊的过去，嘛互贪爱钱财的即种魔鬼来捆绑。伊真爱钱，所以想尽办法来敛财。所以伊真富有，但是伊袂捌好好伫人的面前抬头挺胸，人看袂起伊。但是咱看见，因为恩典，这两个人因拢得到拯救。最后耶稣讲，因为人子到要找失落的来救伊，这毋那是讲一个结论句号结束，这表示耶稣伊来到耶利哥城是有目的的，毋是偶然的。耶稣为着即个撒该来的。耶稣知影伫即个城有一个失落的人，伊为着撒该来的。耶稣看撒该是迄只迷失的羊。伊无因为伊还有99只羊，伊就放杀撒该即只。耶稣主动去找伊，医治伊，救赎伊。所以伫即段经文会当看见，耶稣毋若要找到一个人，耶稣要改变规个关系的地图。耶稣互失落的互找到，耶稣互受人排斥的来成做上帝接纳的。耶稣互原本无伫人群内面的撒该，会当进入救恩的中心。这互咱看见，伫耶稣的目睭内，无有任何应该放杀的角落。耶稣愿意为着这个停留伊的脚步。兄弟姊妹，咱敢知影？虽然咱处伫一个真闹热、真繁华的一个时代。但是，嘛是一个有真侪人失落因的灵魂的时代。真侪人笑面的面具下面的，是悲伤，是流目屎的面容。所以，咱要安怎互主来重新画咱即张属灵的地图咧？伫咱的城市，伫咱的社区，伫咱的学校，伫咱的办公室，拢有可能是耶利哥。这个所在，咱平常看因，哪有可能有上帝的恩典呢？实际上，耶稣愿意为着因停落来，耶稣愿意享受伊的恩典。伫咱的教会，敢嘛有一寡地理的偏见？哎呀，遐个人无资格入来咱的教会，遐个议题咱毋通去卡。但是爱知影，耶稣的地图比咱较大。毋那安尼。信仰嘛，爱咱深入咱家己的内心，来看见家己上真实的状态。咱内心迄个互救做耶利哥城是啥物？咱无想要互主去塔的所在是倒位？主耶稣已经徛伫遐伫听候咱，伊要重新为咱生命的地图。今仔日耶稣嘛踮伫你的心门的门骹口，伫遐甲你讲。徛伫你的树仔顶、树仔骹，甲你讲，紧紧落来。今仔日我要踮伫你的家。当恩典临到，
咒诅的地要变做祝福的地。当耶稣入来，我的地图会重新互号名定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真实知影，阮是一个罪人，阮无比撒该较好，阮无比遮个犯罪的人较好。伫阮的内心有侪侪压力高，所以阮徛伫树仔顶，阮无法度挖滚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帮赞，互你的疼会当临到阮的内心，互阮知你今仔日要踮伫阮的心门口。主，你要入来，医治迄个上黑暗，无要互人知阮家己上痛苦的所在。主，恳求你的恩典就临到，亲像医治撒该共款来医治阮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